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就联合国高考文组织专家会议通过嘅语言法律团为切合的长途判定标准，合法强为买合的。也50年来，全世界已经有200种国家的语言无合的，谈唔到位。9年前，学委会嘅调查研究结论讲，希望政府同民间继续推动客人讲客嘅能力，当然自然会流失1.1%。按算差唔多40年过后，都无行语嘅。比较多嘅旧母语，屏东县客家事务处89年前就纽西兰旧毛利语嘅方式，替幼儿园推行沉浸式行语教学，对200多学校老师、先生、学生嘅一块讲客，为成人嘅起码喺行语嘅环境当中，自然都晓讲客嘅。因为评估嘅结果来看呢，成人嘅谈同讲客嘅能力进步更加多。成果唔会拿许多样式路上嘅评论来做。其实屏东也提国小推行沉浸式行语教学实验班，唔过挑战起态，一个人生都也难做。爱教母语，学校嘅当然爱做，唔过请学校提做语言更多流失嘅速度。各位，葡萄是各位，饭水是各位，好，一下人个拿嘛个米色呀？哦，就摘一粒西瓜。干嘛呀？西瓜就。先生哪能偷起讲故，动作鬼态，就系爱上成人的来注意，就安尼轻轻松松又自然，一条成人的就学校的按用来讲各种水果为合法。也係闽南貢獻國小附設幼稚園做到第3年嘅沉浸式行語教學，線上上課就講客話，冇講華語。為成人嘅跪下睇行語嘅環境都好，為自然嘅來學講客話。我感覺個改好啊，因為我本身好多年嘛，然後見學校好有教，然後規起成年嘛會教我，我就學個開心。係有一種環境啊。連學校嘛係一種課餘環境嘅話，安尼等到本身嘅有延續性。第六下講嘅，我哋學校嘛可以講，啊第同學之間講吼，嘛唔會感覺講夠奇怪，所以有一個教學，我是很支持啊。他有意導人為上愛門，也是喺闽南客家莊內，用行愛推行一種沉浸式行語教學咯。一般大部分人就認為講，闽南係全台灣保存客家文化最多、最頂真嘅所在。但是我哋曾經2年前發過問卷、發過測驗測驗所有嘅1年生入學嘅成人咧會講客話比例平均冇到30%。也一定強就。既然有幾乎100%也係行業咧所在讓30%會講客話。我哋全班有成員有幾乎有2/3，伊來幼稚園時嘅唔使講客話，因為平常啲家長條卡都教人講粵語咩冇習慣，所以原來一時嘅如果差唔多事一時開始有些粵語同客話通下來，通下交易。太環境嘅改變，使之到改到環境認識盲入學嘅客家子弟，咩唔曉得講阿咪嘅話嘅。佢個太嘅環境，太嘅主流嘅環境伊其實對我哋一種少數嘅語言文化係骨不利嘅。比如講媒體，卡通頻道24、23、24、25，全部講國語啊，所以呢，一下所以呢，過去唔係跟爸爸媽媽講話，爸爸媽媽全部都上班，伊就打開電視看，伊個環境係安尼，人口嘅流動，人口嘅流動幾頻繁，包括同婚包括移民，可能由入來又出去嘅，一種嘅語言無法度一下融入嘅時節，伊就會用大家較普通接受嘅國語來溝通，所以也係一個幾大嘅問題
所以唔好因为讲啊，也合法係一個個重要嘅事情，吼，也就意識當中嘅問題啦。我妹妹嘛係學語，一天的嘛，我爸爸媽媽嘛係學語，啊也生日咧，也老公嘛係學語，啊以後係咧地美容，我講我剛剛變成阿公阿媽吼，因為個吃人都計人講建議。唔但唱高雄市美容企業客法強強規模係咧，全台灣嘅客家中未強用安呢。愛叫客法，屏東縣早喺89年前，都喺幼稚園放牛起來2年收嘅方式，叫茉莉花最先來推動沉浸式行業教學。媽媽湯，任你講，你講啲咧，你講。對打造升級，佢幼稚園有其發通時間，到去到教室。屏東昨天也見市立幼稚園規定學校用沉浸式行業教學，我也條成人呢一時八刻就談喺到人講下，自家也講下。先生喺家陣講唔可以無時無刻看到都買東西都係講用講客，啊感覺冇有嗰個知識化嘅課程，唔知識化以前嘅鄉土老師知識化時時成人我感覺講學過後會記唔得，做乜會記唔得？推磨經驗要結合。沉浸式教學嘅東西，都講對於生活經驗地方來教育講下，有啲個基本嘅嘛，譬如嘅基本對話啦、生活習慣用語啦，還有天氣啦、樣啦，本是一個細人嘅經驗地方，伊都要看得到嘅，細人哋看得到，名到嘅來學個嘅。睇學教嘅我哋平常，像學鳥啊、食飯啊，然後寫書啊，都講學法。按呢批教師咧，你即個像我哋。排隊啊！你就有這個客家音樂啊，細人哋要排隊啊。平常細人咧，我哋課堂上老師同細人咧是講學法，啊以私下同細人咧教，可能我哋平常教嘅一些單字，可能就會講出來。單字可能就或許就會教國語啊，嚟同下講啊咧。喺幼稚園推動沉浸式行業教學，屏東縣已經作為幾行年呢。無論師資培訓、教材教案，由屏東開學嘅學術單位嘅證書都發展到基礎級。一下屏東縣已經有13間幼稚園，總共有30班，確實按嚟做。經過評估，成人呢談論講客話嘅能力就進步加一度。小朋友一定假設講經過1年之後，我講到最感動嘅係講，一定對客話嘅認識、對行業嘅使用嘅能力，係一個將我哋還是共用嘅使用，嗰種亦唔是特別來教，但是現在按1年咧同伊哋教，伊哋就會用上課時就用行李，同現場來回答用客話，我哋想本下一推，一定將客話嘅事情變成一定與生俱來嘅能力。那聽說是有很明顯的成長，對，因為我覺得那個環境的關係吧，就是老師他一進來就老師都跟他講客語嘛，對，所以他耳濡目染嘛。因為我們第二語言的學習有一種叫那個獲得語言獲得，就跟我們小時候跟阿公阿嬤生活一樣，他跟我們講久了，那個語言我們自動會吸進來。對啊，也不用特別的教文法，他就自然而然的會講。所以1年後我們去評估，我們有系統的評估，其實是進步非常非常的明顯。喺幼稚園推動沉浸式教學，看得出成人嘅客話能力有顯明嘅進步，亦都會小學以從運動愛繼續來推動。一下屏東縣有2間國小按嚟做，其中豐田國小1到4年生各有1班沉浸式行業教學生養班，做得講係國內大頭期按嚟做嘅學校。7號冇來，8號、9號、10號。7號冇來，4號。也即係4年生嘅數學課，先生就用客話來教也專業科目，同成人嘅來來去去、愛問愛恩全無問題。人500，人7，人500，人7，寫做未？寫4人嚟。跳到手指公，
小圆体好教很用的小朋友。轻快，还有喏。会头发，还有喏。一般课程嘅教學用客家話來教來學，聽語言級嘅教師看起來未過順時。唐也是。生发嘅東西，生发中嘅東西，教我哋生发中嘅用嚟做，能為改學。是講讀嘅小學嘅，就唔像幼稚園樣嘅，教一定唱歌跳舞，冇超平常嘅生活規矩就好。我要功課嘅進度，而考試也到，有啲家長難免就會少按嚟做，對成年嘅功課成績會有影響冇？小一、小二第一次做的时候，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赶快去比较他们的成绩，2个班的实验班跟对照班他的成绩，我们必须去证明给家长说，我就算是用课语教，他的成绩也不会不好。结果真的是没有不好，而且表现还有的还比他高分。先生必须要同家長先溝通，我哋一班級人都曾經是教學嘅班級，家長會緊張冇？唔會啊，咁我先你睇唔上用嘅咯，嚇。咁先生會講，我哋會慢慢起來嚇，咁講就慢慢嚟，就是講，大部分人開始咗到，也係大部分用國語，慢慢嚟學法能加強個差唔多1整年以後2整年以後，慢慢嚟學法能會變到50%。按那些情況，家長那會過風險嘛。人家國外做法都是，就是他專設一所小學，譬如說毛利語，他就專設毛利語學校，所以家長送進去的時候，他就知道這所學校就是用毛利語講，就是主要用毛利語來授課。但是我們不是，我們是利用既有的小學。所以人家已經進來了，我才在跟他說我們要用課語收。有的就會反彈說，那我不要啊，那我可不可以去別班，或者說我有受教權啊，什麼這些等等，還是比較複雜一點。所以盡量都會在客莊，而且那個小朋友組成大概起碼8、9成是客家人，才比較有辦法推。家長唔滿意乎嘅，提教學院長嘅亞洲國小先生能愛接受挑戰，因為所有嘅課程至少要有一半係用客話來教，但合乎到沉浸式行業教學嘅定義，要做到安呢確實冇按規。有的專有名詞冇辦法用客家話來表現安尼呈現這樣，所以講冇辦法講嘅時候，還是要用國語啊。用國語啊來呈現，按你聲音呢，他有辦法學習啦。1年級我們開始教注音符號，對，這困難度更高。對，那你都1年生很多語詞啊、詞彙啊，這個東西我們也是要教小朋友應用的念。所以剛剛講國語這個部分難度比較高。低年級到中年級的時候要重新編班，編班嘛，以前哋編班呢，因咩曾經是教學嘅班級，來到也班級嘅話，冇辦法講以下要全部用客話。又要開始7、8，大部分用國語，一部分客話，慢慢嚟，到後邊有辦法講，大部分用客話。學推項目同1到2生有關係，一高年級也難做，而配合嘅條件加貴多。用嘅時冇好多送，才講唔係講冇好多送，真是冇好多送，真是就冇好多送，因為線上唔係行業，嗰個課上嘅方面節數也過多，我哋冇好多控制因素嚇過多。咁我哋可能就送到4年生就，體育就到頂嘅啦。中年生的話，它其實就有不同的科，唔單止國語、數學，以外有自然、體育、美術，好按到嘅課程的話，係唔係有按呢教學師資群，可以來鼓勵，可以陪同按呢小朋友，一定用客話來學習。好，我想也就係我哋一關一關要去突破嘅地方。喺國小愛跪下用客話來教，無像我哋上嘅按簡單，一條線上面發現，成年嘅下課上課嘅自然來講下嘅情形其實國小。其實用國語啦，有同人講嘅，伊客話伊下做唔過來，因為萬事無通嘅客話無咁多，因為有啲都靠阿爸阿媽、阿公阿婆，伊都批下有啲咩去講國語啊。可是你下個話講客話其實有困難，一定
用国语讲国家，不是以下讲台湾来讲国语。譬如说，孩子跟孩子之间的对话，他就比较不会主动想要去讲客语啦。不过这个跟很多因素有关系，包含我们的客语有没有与时俱进。就是孩子之间的语言，他们讲的，看他现在可能很多科技用语是 iPad 啊，或者是他们看什么卡通的东西，但是我们客语没有这个词汇，所以造成他们在讲的时候，有些时候会卡卡的，所以他们会倾向于用国语去讲。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说还要再加强的部分，就是孩子之间主动想要讲客语的那个动机。专业课程当中嘅专有名词，均难转教做客话。下课嘅成人嘅学系官讲法语，无上客话正经有样睇真实嘅场合，像係上课开会，也係學水也掉，就無隨條來講。但到平常時嘅生活，咪無隨條來講來用係。母语本来就是一个词言来使用的，但是我哋应该来鼓励我哋几多的新传师或几多的我哋的文史工作者，我哋会想办法来应对出更加社会几多的用。我鼓励小朋友可以用合法来建构一段社会对未来的宇宙的认识，也应该係国家的力量来努力啦。好，故作也因为唔会矛盾，即係講有一些落差，可以透過某個方式用我哋來合，再來繼續來把它請出來來填補啦。這個的平方跟其實這邊，那我們要變什麼？2x加1。睇落下部署學嘅係盤屋嘅田野拉嘢，而係屏東縣有機沉浸式行業教學頭一個畢業嘅成員呢，透過經驗沉浸式行業教學。托國小還是拿到行業龍頭冠軍，兼托國中嘅以行業長途用嘅喏，會湯姆會講冇喏。公司猜呢，阿婆同幹嘛？他沒跟我說話。啊？他沒跟我說話。沒，阿婆還上次同你講嘛嘅？用哪個法講？忘記。阿婆還上次用哪個法同講法？哦，中文。今年睇托國小嘅時節，佢係統尼普國小，今年沒有嘅本土語言教學。我說今年有乜嘅呀？去做乜嘅行業認證啊，啊無路去托嘅行業嘅朗讀啊呢。批命呢100分呢，做陣都看唔會講啊，硬破嘅大胖仔啊呢。單方面呢去學安尼，比如講童謠啦，吟童詩啊，也就講迄個分數幾高，問題是做陣都看唔曉得講。公司在語言如果曉得講同人溝通，韓上是同人打嘴鼓，用安尼嘅客話來講，安尼最好。是講體育卡，兩項體育講國語。雖然也考唔到嘛嘅睇效果，不過學者講，盲入學嘅成人呢，先比今天規下講下嘅環境導向，成人呢談到嘅老師導向，自然就會有行業發現嘅東西，喊擺愛屯客話入到進來，就比老師導向冇入到東西嘅人，他也能來學，大過輕鬆。如果從小你聽到某些語音，它那個連結就會建立。那建立起來之後，就算你之後沒有再聽到，它可能就是比較沒有那麼活躍，它文法的建構也會比較快。它聽多了，它那個文法自動就會建構起來，然後流利度也會比較好。那這個是你長大之後再學沒有達到的優勢。模擬教學愛睇課同行來教，愛先放啲咧各種平常生活嘅環境出來。也係為到愛叫強規模嘅嚟模擬個背種嘅方式，也係睇學校將愛繼續提高年級模組各種高中來推動入下疑難，愛模擬用叫就限在限曉得講曉得用，限係愛睇錄卡平常時就愛用就愛講。請問你這樣做對嗎？故事我哋也拜託學校嘅。家長特別學校嘅先生設計一種學習單，讓細人嘅帶過去一天愛識得有卡嘅家長爸爸媽媽、阿公阿婆阿媽唔愛用客話來同細人嘅溝通也係唔係重要嘅一部分。所以用安尼嘅東西來帶入家庭裡邊。
佢哋喺行業嗰種我哋會講合法。好，也就係對意識嚟開始對我哋語言嘅認同，嗰種我想未來要雙管齊下，唔單止對生意嘅，好生意係一塊海綿嘛，唔對講乜嘅伊就回答唔乜嘅，但是對我哋太人嚟講，重要講，我哋行業我哋會盡量堅持同生意講。語言要從即將滅絕到復振，它就是很困難，所以最好方式就是讓它不要繼續滅絕下去。但是那快已經接近滅絕，你要再回來的時候，它常常都是用10年單位來算的，10年復振1%或者0點幾%這樣子。對，但是你不能說好像沒有用，我們就不要做，好像也不能不做，對不對？除非我們大家都認可說讓這個語言消失嘛。對啊，覺得它不重要。對，所以也有人說。語言為什麼會消失？就是它不重要，它不實用啊。好，那我們就讓它自然淘汰。也有人是抱着這種想法，那就看身為客家人自己覺得這樣 OK 嗎？對啊，如果不 OK，反正我們就得想辦法。呢種翻譯會唔見得天初有幾多複雜嘅原因，愛叫客化，除為愛意識國家政策嘅強制力，盡量來提高母語同語言嘅等級，比較實用來。一旦從一位限係他家就地，他家就講到冇愛講嘅嘢，他家有族群意識冇。我哋客人只要愛哋自家係客人，天初愛講下，咁在客人自家就唔講下。佢學校在講用嘅推行沉浸式客語教學，唔是一句嘅客家共用為事係共用無上。